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8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美。新闻头家先来关心国内新冠疫情。今日咱国内是增加10例大病入境，无新的本土嘛无死亡的个案。但即马大家上该关心的，就是新的变种病毒 Omicron， 因为烦恼伊的传染力强，会传入台湾。今日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会继续观察疫情的变化，目前是也无要加强边境管制。国内新冠本土继续加零，已经连续24天零确诊，也无死亡个案。不过增加10例境外移入确定病例，其中3人属于突破性感染，拢是自2期中国科兴疫苗。确诊个案当中，有2人完全无做疫苗，病毒量上悬，CT值拢是10大。序号8跟10都是大概是16左右，其他除了这个序号3是26，其他都是在30以上因为欧洲有真侪国家和新型变种病毒 Omicron 侵袭，出现确诊病例，传播力可能比Delta更较紧，突破性感染几率更较悬。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真侪国家向南非实施旅游禁令甲防疫限制，是因为这国家原本对入境者无条件限制。目前台湾依然维持无居留证的人暂缓入境，而且台湾无南非直飞航班，所以现阶段无进一步边境缩案计划。大家可能预测在变异上面有比较多的点，那是不是会有疫苗的逃脱或等等的这些让人家忧心的情况？所以我们也都要去密切注意，但是也没有必要过度的紧张。面对新型变种病毒威胁，陈时中强调，集中检疫所是真重要轻症隔离的所在，已经指示医复会，爱保留集检数量0。到11月2日为止，集检所空房率将近5成，防疫旅馆也将近4成。这2天也公布大家做疫苗保护效果相关数据，初步看到做过疫苗人断医死亡机会加10几倍。记者综合报道。这款新型的变种病毒 Omicron 到底是恐怖伫倒位呢？有专家就指出讲，这款新变种伊的变化真大，可能会造成体检失误验袂出来，建议咱的 PCR 采检的标准都爱抓较严嘞。另外，咱的国内也阁有3成的老大人也未做完2档疫苗，医生就呼吁长辈甲高风险的族群都爱赶紧注射，等甲疫情讲来才要做到白付咯。新冠新型变种病毒 Omicron 来势正强，国内有动物学专家指出，这个全新变种病毒甲原始武汉株比起来，有超过50外个变异点，其中30外个集中伫个病毒表面的1-2倍，真可能增加体检错误率。建议咱PCR采检应该爱修正。我们在做检测的时候，主要也都是以这个病毒的 S 蛋白为做标的，但是因为它的变异突变的位点呢，已经比原来的这几个病毒都要来得多，所以言下之意就是有可能会产生一些错误率，然后造成这个伪阳性跟伪阴性的这个发生率呢可能会大幅的增加。最近疫苗较无人要做，有医师烦恼部分问诊，多人坚持无要做疫苗，除了因为本土疫情短缺，也烦恼做疫苗出现副作用。按不面对新型变种病毒，医师建议老大人甲慢性病等高风险族群，至少爱做1剂 mRNA 疫苗，不止保护家己，也承受上佳副作用。你有打过疫苗还没打过疫苗，你在感染上呢，其实你的重症机会就会差10倍啦。所以呢，你有打疫苗了，你就算感染了，你的重症机会就会减少到没有打疫苗的1/10。所以呢，起码希望大家先打疫苗，让你的身体能认识这个病毒，之后再接触这个病毒呢，哇，就比较不容易变成重症。根据疫情指挥中心统计，到11月1日为止，做完整疫苗较加2大对象，一个是75岁以上老大人，另外一个是长照机构人员甲受照顾的人。2剂疫苗注射率拢只有7成几，指挥中心阁呼吁赶紧做疫苗，千万唔通等到疫情来才要做疫苗。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台湾也无要因为新的变种病毒 Omicron 调整边境管制。不过，外近变种病毒重灾区南非的国家已经开始落禁令，亲像以色列就带头宣布禁止所有的外国人入境，嘛愈来愈侪国家禁止一寡对南非国家航班入境，造成袂少机场是一规个拢乱糟糟。
南非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伫几个国家下禁行令了后，机场是济赶要回国的外籍人士，有诶甲工课放咧，有诶缩短假期，都惊时间过啊，毋若无航班，入境诶管制嘛变搁较严格。英国宣布旅客入境一律都要隔离到 PCR 采检阴性，若接触过 Omicron 确诊诶人，是爱自我隔离10天。I had to be at work tomorrow, but then they cancelled the flight. I arrived in the UK after 4 p.m. I have to quarantine in a hotel on my cost for 10 days. I don't have the money. 二六禁行令生效进前，为南非飞去荷兰阿姆斯特丹的2个机抓，600个乘客内底有61个人体检是阳性。卫生当局相信，至少有一部分的人是去为着 Omicron， 要求阳性反应的人看症状一律都要隔离5天至7天。若阴性反应的入境者，嘛要做居家隔离。旅客伫咧机场等4点钟才开始做体检，对当局的应变能力是真有意见。It's now 5 o'clock at Schiphol Airport. The testing should have been done by now for everybody, but that is definitely not the case. 上早发现伫咧南非甲保加纳的新变种病毒 Omicron， 这2礼拜来感染的病例是加悬了真紧，真有可能成做当地后一波主要卫团的病毒株。为26开始，英国、欧盟、美国、澳洲、加拿大连续对非洲6个国家至9个国家下禁行令。日本、印度、泰国甲中东几个国家嘛有按相关的边境管制。这个时机对靠观光业生活，而且当要进入年度大月南非来讲，是真大的冲击。因为南非政府是抗议讲，这是对南非量早发现变种病毒株所做的处罚。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最近，咱台湾真热热，有不少外国的贵宾来访问。今日立陶宛的国会议员团嘛已经来到台湾啦，因是要来参加2021的开放国会论坛。手比爱心，立陶宛的国会议员萨卡里埃瑞透过镜头甲台湾的民众致意。伊甲另外一个国会议员马特约沙地斯伫回廊机顶的时阵，用 Instagram 发相片，讲要来台湾。立陶宛国会友台小组的主席马尼德斯基带领国会议员团，日夜早起6点外到桃园机场。其中去予中国立做乌名单的萨卡里埃瑞，伊讲因公生笑伫又讲，即届来台湾访问了后，可能乌名单的人数会增加。伊嘛希望即届来会当进一步增进两国的关系。This trip, I guess, will be one more step, understanding each other, because we are dealing with same challenges. And this trip, I guess I can talk from all group,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each other better. We really know what it means to be a neighbor of a large authoritarian bloody regime. So it's my honor. I wore it as an honor badge being blacklisted by China. And we are joking that maybe after this trip, the list will expand and more Lithuanian parliamentarians will wear this badge of honor. 立陶宛国会议员团即届来台湾，参加由立法院、外交部、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美国国际民主协会共同举办的2021年开放国会论坛，而且嘛签署开放国会联合声明。开放国会论坛将就国会透明度、信任与多元参与等议题进行讨论，并将签署开放国会联合声明。立陶宛国会议员团嘛拜会总统蔡英文、立法院长游锡堃、行政院长苏贞昌，还佫有几个部会首长，做伙要来讨论安怎让两国的关系会当愈来愈好。记者综合报道。过3礼拜就是公投的投票日啦，各种立场的团体拢四界咧宣传家己的理念。行政院长苏贞昌今日就去伊的故乡屏东咧宣讲，希望民众会当投死无同意。搁再转来故乡，得到4项公投案宣示政府的立场。苏贞昌2下晡连贯3场宣讲，就是要争取乡亲支持事情，投下4个无同意票。其中海草搭公投议题，苏贞昌提出数字说明，蔡政府修正过去马政府的规划案，接受3个工程，毋若外移，也缩小这个工程范围。是当时马叫认定232公顷囤伫遮，蔡英文一个起来讲，毋通哦。造车要甲保护，咱造车拢来留咧，用国民党已经囤的这2地23公顷就好，电到先保护造车。今次内地进口议题，苏贞昌也搁再讲，若是通过，会对台湾未来外交甲经贸有真大影响。咱若敢要甲国际做生意，尤其咱真侪咧销外国，咱爱照国际标准，咱安全绝对把关，要咩唔咧？
在咱自由的国家，所以国民党冲一嘴，敢若食，伊要甲蔡英文总统闹开。另外，公投北大选，苏贞昌讲，若是通过恢复北大选，恐惊2018公民投票，哪开票哪投票，而且开票到半暝的乱象会搁再来发生。另外，即阵国内3座核电厂，核1、核2厂伫新北，核3厂有伫屏东恒春。把做过即2个所在县长的苏贞昌，更加希望核四重新启动的公投议题，向真的采用选票来支持2025恢复加园的政策目标。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长王国材顶一日提出一项环岛高铁20个站的议题，这20个站当中可能会有6个站是起伫咧东部。前交通部长陈建武就认为讲，安尼起落毋但去影响到台铁的生理，而且东部人口根本就无遐济，呼吁交通部就爱先甲台铁改革做好势。交通部长王国材伫讲出环岛高铁毋是网了后接受专访，并问到相关的议题，伊讲到环岛高铁来形成，大概上最20个站，另外台铁总共240个站。这个意思是讲高铁当作城市主要干线，到某一个所在了后，就经由台铁来做转盘。那东部的话，基本上你其他的那些公共交通措施都还没有全面的建制好，那你就算我人到那边搭了高铁。那我接下来要用走的吗？那个地形不一定适合，那速度快啊，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如果要抢救或什么，可能会有其他的问题。对着王国材对环岛高铁提出构想，前任交通部长陈建武认为，这时间点讲高铁环岛并无适合。陈建武坦白讲，各界对着王国材改革台铁有真悬的期待。这阵台铁在东部往向铁基路的方向来努力，也新进新兴列车，全力提升运量。部长提出环岛高铁20站，扣除西部12站，规划中宜兰甲屏东有2站，表示东部可能是6站。除了分散台铁的客源，东部人口只有100多万，加上未来囡仔少，根本无多记载这个运量。不要到老是在墙壁上画这些虚幻的蓝图了。东部的发展有它的特殊性了，再加上台湾人口的老化、少子化的这些议题，以及区域发展的这一块都要并入考量。对此，交通部长王国材回应，尊重陈建武的看法。另外，对着高铁环岛的议题，台湾轨道甲国土规划协会也提出呼吁，轨道营运系统在无影响，必须配合民众工作、就学甲生活需求。所谓交通边缘，应该是要依据无同地区人民需求甲生活特性，可以方便程度相关的运输服务。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天气甲前几天比起来是有较烧热，不过这款温暖的好天气是无几天，拜二就阁要降温啊！而且这边会寒几礼拜，可能是目前今年上界寒的一边。北部就干那剩13度尔，提醒咱的观众朋友，高衫甲高棉罩被都要赶紧穿好势。大台北地区早起好天出日，气温有较烧热，不过好天干那持续2天尔。为拜二开始，方面甲东北季风连续到位，天气会比较较湿湿、较凉冷。为拜三开始，水气较少，不过温度也是真低。安装北部的低温差不多是13度，强度会甲大陆冷气团的级数。比较冷的时间点的话，预计就是落在周3到周5的这个清晨这一段期间。那我们预计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地区的低温是只有13到15度，那其他像是在南台湾的部分也是只有16、17度的一个温度哦。气象局预测，为2礼拜开始，东北季风会小可减弱，各地气温会比较较温暖。不过台湾附近的水汽较高，会有短暂雨。30拜二开始，方面加上冷空气到位。北部、东北部会比较较湿湿、较凉冷。12月初1拜三开始，是冷空气影响上界明显的时间点，全台湾拢会当感受到天气的变化。气象专家提醒，这波冷空气的尾期虽然会出日，不过受到辐射降温的影响，透早有可能会创下寒人以来上界低温。它干冷的时间会比较久，后面呢就要注意辐射冷却的低温。那辐射冷却低温，上一次这个11月初的时候，一下就拉到这个苗栗有一个地方就拉到6度哈，所以这个整个大体环境来看的话，下礼拜的确是有机会创下今年入冬以来最低温。专家分析，为拜二开始，由北部、东北部开始反寒了后，会持续3天以上，寒的时间比较会较长，民众会当先穿袖啊或者是较厚的衫。那中南部的地区是要特别注意早暗的温差会较大。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顶礼拜有一只在非法移民的船啊，要对法国偷渡过英国的时阵发生船难，上无有27个人死亡。
不过为着追求因心目中的生活，也是有真侪移民就伫咧顺风挡日骨的法国北部，要等待时机为家己拼一逝。法国北部加莱加敦刻尔克之间沿海所在临时半旁行铁库达，即系两难的移民无所在通去，家人吸收偷渡去英国的梦想。天气寒阁如雨，营销的名声拢起来取暖，空中充满插片的小塑胶的味。I don't afraid of anything. I don't afraid. No fear. No fear. Sorry I say that, but we already died. Nobody accept us anywhere. The police is right now everywhere. They don't let us go to in the water. 社会中东战乱散策地区来移民，澳门为加来港穿过英吉利海峡去英国找找更较好的生活。有的想要偷偷坐起哩往英法海底望空之间的火车，有开大钱互人家集团坐秋林船要过海。啊，不过当天风影大，其实才发生这几年来上严重的海难，造成27人死亡的悲剧。法国继续拆沿海布防营地，啊，不过这人无食物件，无穿好小的衫，增加感冒肺炎风险。为政府组织表示，为到唔是解决问题方法。font que maintenant les gens prennent tous les risques et quelle que soit la météo, quel que soit le temps, ils veulent passer en Angleterre parce que vivre ici c'est juste impossible. 英法之间缺少互信，对顶一摆海难责任是杀来杀去。英国首相强生的推特公开批，要求联合边境巡逻，搁爱法国接回穿过英吉利海峡的移民，互法国真生气。内政部长达马兰取消甲英国内政大臣巴特的会谈，原本是被甲欧盟其他国家部长伫这来会议，也无欢迎巴特参加。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辑。亚马逊雨林有地球之鱼的名号，对生态甲气候拢真重要。不过即马毋若树拿去风透草，阁有真侪非法的洗金船咧抽溪水洗刷金。收集黄金的过程当中所用的化学物是直接排入去溪水内底，已经对当地环境造成严重的伤害。伫巴西亚马逊流域有真侪船摆做伙，卖出敢若一个场位啊！这呢侪船摆做伙是因为顶礼拜五。有一位找金的矿工伫咧当地发现黄金，就去要甲400只淘金船伫咧遮非法找金啊。Aqui na nossa balsa é só a família, filho, neto, sobrinho, cunhada, cunhado, só o membro da família mesmo na nossa balsa. 因愿意踮伫咧船顶，是因为若是做40点钟，就当摕到差不多60公斤的黄金，纯金的价值差不多是$3500。大约是98000台票，会当饲一支花啊。也毋过，这种非法的活动也对当地环境造成严重的威胁。Então você tem uma cultura perfeita. Você não tem licença ambiental? Não, não tem licença ambiental, mas tem licença política. 巴西总统波索纳洛就任了，无重视环境的保护，正受各界批评。伫即马亚马逊流域非法淘金的活动掠袂煞，也互当地环境生态各受到威胁。记者综合报道。家己泡煮的牛蛋丸，有一阵社区的时段家囡仔用2个多月做红仔，佮提衫，佮用在地5倍草医生，佮信用中心的故事，编辑出趣味的牛蛋丸传奇。按算明年这生病院登记了后，要伫病院头前佮搬一届，互更较侪人知影因在地的故事。此刻这个主席超级火亚光，要来对付过 COVID-19。大魔王，学生囡仔做伙人红啊，用地方传说甲社会事件来编故事。家己关报主牛台湾社区的时代甲囡仔做伙发表因学习报地戏的成果。拄啊，当地有这个机会，无安尼孤单老人啊，也无伴也无迄，啊有这个点通啊，互咱呢来遮坐，来遮耍，来遮迄落。心头嘛，拢交交关。家己关文化基金会布袋戏艺术下乡，伫埔子市的双门国小8年校友宿舍头前来公演。校员拢是在庄的囡仔甲是大，成果发表一天，规个社区的人拢来现场支持。基金会表示，社区透过青年融合，传承在地记忆。家做的啦，这家做的啦，大家都拢做甲真水啊，我个凊彩做做咧，成阮头家啦。上大的意义是啥？是让老幼可以一起来表演，而且老幼可以一起来了解地方的故事。这出牛台湾传奇是咧讲郑生病院创办人吴培初伫庄内骑马出征，替全民看病，佮甲在地龙安宫的好爷做伙救人掠妖怪的故事。
布袋戏团长讲，透过故事金光各趣味的安排，希望社区在地团旗会当继续传播。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英国古早时，毋是大家逐户拢有冰箱的年代，生菜咸、后咸才是上好保存食面的方式。规年冬天拢会当配饭食。即马台北就有博物馆当咧办展览，展出英国真史上，毋过即马煞罕你看的翁仔甲鸡丝，小解菜咸的传统知识。古早时咧卖菜咸的本单展出伫现场，也有各款无同的翁仔拢摆出来。翁仔身甲口的大小分别，拢有无同的用途，用来试无同的物件。我们在腌酱菜的时候，早期他们可能要进到那个陶缸里面去采，或者是要压大石头，所以它的口径要比较大一点。红糟类的一个酱品的话呢，它的口径要比较小一点点。那希望它的酱菜可以比较容易的一个保存。更较特别的，也有这个号做盐漏的翁仔，是用来制盐的工具。那盐漏呢，它就是一个小型的制盐，就是当你把水放进去之后呢，它下面其实它是没有上釉的，所以它的水会慢慢的渗出来。那渗出来之后，它的盐的结晶就会留在上面的这一个地方。除了大家较熟悉英瓜啊、泡泡子等等，各地头因为在地特产，也有发展出无同的特色菜咸。例如说，像是南投的竹山产非常多的竹笋，那剩余的竹笋怎么办呢？他们就把它作为醋酸的一个竹笋，那或者是冬天到了云林口湖的乌鱼子，它其实也是一种腌制的一个物品。台北迪化2007博物馆展出以菜咸为主题的展览，让民众认捌日常咧食菜咸内底其实有真侪学问。官方讲，透过这摆展览，望大家了解古早时的人透过生菜咸来保养食材的智慧甲精神。记者郭文良、随林文凯台北报道。明仔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0度到25度，中部地区19度到26度，南部地区20度到26度。东部地区19度到25度，外岛地区19度到25度。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晚安，再会。